高雄做仔产量是全国第一，市政府连续4档拢去日本来推销做仔。今年嘛，甲当地连锁餐饮业者来合作，提供做仔来正做是食饭后的果子。市政府讲因为去年风台，今年做仔产量会减少一半，内销是拢无够，也毋过嘛是加减来拼外销。 日本民众甲做仔踢入去喙，细细喙仔部，豆豆啊感受做仔的清脆香甜。高雄市府甲日本一间连锁猪排业者合作，第一摆甲农产正做饭后水果，互民众去餐厅食饭，都会当食到咱高雄的蜜枣。透过这款方式，互更较侪日本人认捌到台湾蜜枣的好。那借由这个连锁的猪排店，还有我们这个在地的社区型的超市，我们 可以跟日本民众有更多的接触。今日千葉の方に来てもら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んかつと夏目のコラボ、初めての計画の、に実施になりました。日本にもっともっと広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ぜひ、来ていただいた方が夏目を理解してもらって広め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那蜜枣包括往来玉荷包奶汁在内，高雄农产品的外销量113年有7124吨，比112年的5800吨成长22%，产值达到3亿。其中主要的市场是日本，不过因为做仔伫日本较少人知，这摆甲通路放伫社区型的超市甲连锁餐厅。你今年因为做仔产量少，也和农业局这阵啊拢伫咧无营业会。因为外销通路的建立必须长期经营，即便受到去年风灾影响，高雄蜜枣产量减少。 我们与农民及贸易商能共同的努力集货，持续让高雄蜜枣在日本曝光，争取更多明年的农产品订单。今年的做仔因为拄着风台减收5成，虽然价少起一倍，不过农民想要加赚嘛无物件通卖。人讲好天就即可来牛。农业局表示，外销的通路若是拍牛开，对农民来讲拢是好代志，尤其拄着大丰收的时，通路这就会当维持价少平稳。记者柯家做大为做高雄采访报道。